近日一間有30幾年嘅玩具鋪就喺短時間之內結束咗多間分店，睇嚟本地嘅玩具鋪都面對住唔少嘅困難。我哋就揾嚟唔同年代玩具迷一齊透視一下香港玩具店嘅現在同埋將來啦。嚟到信和，本來呢間老字號喺地庫係有2間分店嘅，但係依家都已經人去樓空啦。我哋訪問過3位80、90年代已經成日去玩具店嘅資深動漫玩具迷，原來當年呢間玩具鋪呢，就唔係喺大商場發跡嘅。我細個啦，80年代中後期嘅時候嘅，咁我落去幫襯就應該就喺旺角麥花臣球場隔離一個小商場裏邊啦。咁喺嗰個好多影印鋪嘅，咁佢喺條巷裏邊其中一個鋪。玩具迷之間就會叫佢做拆船嘅，係唔係因為佢好似賊咁樣撳住搶呢？佢嘅眼光獨到，肯入一啲貨，而嗰啲貨亦都係 hit 嘅，咁佢自然個價錢就可以賣得好啦。咁賣得好嘅時候，咁樣個個都覺得佢好似俾即係自己送上門俾佢斬，俾佢掠噶啦，咁變咗就用個咁嘅花名咯。而家嘅玩具鋪就比較多賣 figure 嘅，但係舊一代嘅玩具鋪呢，就比較似 ACG 嘅精品店。唔中意模型玩具嘅 Peggy， 當年都會去買動畫主題嘅月曆同埋文具嘅。女仔咧就唔係咁好玩具，不過我就中意啲日本嗰啲動畫啊、漫畫，咁我就最主要都係睇嗰啲精品咁咯，係啊，同埋啲書啊、畫集咁咯。Peggy 覺得年代唔同咗啦，面對網購等等嘅挑戰，玩具鋪都要轉型，尤其係 yen 價咁低，佢自己都會去日本尋寶啦。另一位前輩簡艦長就話中意舊鋪嘅人情味。嗰陣時嘅啲玩具鋪嘅特色就係其實好百花齊放，唔知係咪啲租平啲啊？嗰陣時啲鋪頭嗰啲店員啊、剩啊，諸如此類，個時間多好多。譬如大家真係可以企喺度 hea，建立咗好舊式嗰種鋪頭同埋客人嗰種熟客關係，咁變咗佢哋就慢慢就係變咗 serve 某一類嘅客啦。簡 Sir 覺得消費模式唔同咗啦，依家去鋪頭係格價為主，以前就係一個社交場所，大家會吹下水嘅。相對之下，做熟客生意嘅舊鋪就會有特色得多啦。其實新一代嘅玩具迷都有小店情懷㗎。24歲玩具迷大和就中意逛小店為主嘅現時點。對於大鋪結業呢，就唔覺得可惜，主要係因為態度問題啊。身邊嘅朋友同事一講到嗰間鋪頭嘅時候呢，就會一講出嚟第一件事就係諗緊貴啦，比平時店鋪貴啦，同埋員工嘅態度比較點講呢？我用高傲。大和情迷蒙面超人玩具，中意同細鋪老闆一齊傾下超人經㗎。有陣時我去到嗰間店鋪嘅時候，我會咁當然去到梗係問翻啦，我想要嗰樣嘢會有貨啊，或者近排個市場會點啊？傾完之後，咁我哋會開始傾翻我哋作品本身會點樣啊？可能嚟緊唔錯喎，寫得唔錯嚟緊，跟住甚至去討論入面啲角色。不過佢都話近年玩具鋪變得好快，信和變咗賣手機配件，現時點就賣 LEGO。玩具迷可能覺得舊時比較好，而玩具店店主都話依家生意難撈。而家好多咧個體戶 Facebook 咧就以好平嘅價錢咧就做玩具啊、精品啊、日本專賣嘅，咁跟住訂咗之後就冇貨或者走數啦，咁啊變咗咧好多學生哥啊或者年青人咧見到平啊衝過去，跟住走個佬啊做苦主，所以搞到越嚟越難做。喺玩具店轉型嘅浪潮之下，消費者除咗要提防網購騙案之外，都不妨多啲支持有心經營嘅特色店鋪啦。